你觉得你画的这样好看吗？这叫朋克，知道不？朋克重金属画，现在叫做画。我真的无语嘞，没文化你知道不？哎，在干嘛？哎！你要死吗？早就消失了，早就消失了。这个头摇的，快点摇的吗？你这打的呀呀的，他当我是这我打电话喊到摇完了，接着来。不要回去。啊？我回去。你不回去怎么办呢？你要找地方休息啦。他们把我赶出去了，他们把我拉黑了，彻底拉黑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不要跟任何人卖你的苦，没有用。你走啊！我没有要你待在这里啊！你走啊！你不要说话。老子跟你认识才多久？一天不到吧？你抬上老子了吗？老子要你管了吗？我没有谈恋爱的想法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在这里逼逼什么？你也不懂我，你也不懂我呀。所以说你走啊！这个报警的男生呢，其实还算蛮有责任心的。虽然他们才认识1天，不过担心这名女孩子因为喝醉酒之后会发生别的意外，所以一直在所里陪着她。干嘛去了？我坐着，里面的。去哪里坐着呢？坐这里噻，有椅子，你坐地上干嘛了？来了，起来了。啊？我就想坐地上。要家里人接你来吧，还是什么？不要。我跟你讲了，你肯定都是要回家的，是不是？我不会回。我爸爸他是世界上最坏的人，我就算这一辈子当乞丐，我也不会回家了。